首先問下鐘醫生啦，好想了解下啦，就係呢個夏季嘅流感同埋季節性嘅流感啊，其實有啲咩分別咧？季節性流感顧名思義就係有分季節性啦。咁其實我哋一般咧就係講緊係冬季嘅流感嚟嘅。咁就每年如果喺香港嘅話咧，就係每一年嘅1月至3月咧就會係一個高峰期。咁夏季流感咧就唔係年年都有嘅。咁我哋睇翻過去10年啦，咁其實都係有一半時間係有呢個夏季流感嘅啫。咁一般係7月到8月嘅時候嘅。咁但係今年咧就遲咗啦。咁衛生署都係啱啱喺9月9號先至宣布我哋香港今年正式踏入咗呢個夏季流感嘅高峰期。咁今年夏季流感咧遲咗開始啦，會唔會話都遲咗完嘅咧？咁睇翻我哋過往嘅數據啦，一般夏季流感個期咧就大約係1個半月至到4個月不等嚇。咁所以如果真係而家就9月9號啱啱開始啦，如果真係維持成4個月嘅話咧，其實就有機會同我哋嘅冬季流感嘅高峰期1月有機會重疊啦。咁所以今年嘅流感如果真係重疊嘅話咧，不論佢哋嘅受影響嘅人數啦、患重症嘅人數啊、入院嘅人數，都應該會有機會係比往年係多嘅。